啱啱過咗去嘅3月25號咧，就係希臘嘅獨立日 Greek Independence Day，紀念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擺脫奧斯曼帝國嘅統治，亦都係希臘 Orthodox 東正教天使報喜節日。傳統上呢一日之後到東正教復活節之前嘅40日咧，係佢哋嘅 fasting 禁食日子，唔可以食肉、蛋奶同埋魚，冇血嘅海鮮除外。禁食前嘅呢日咧，希臘人一般都會食魚嘅 apsari 嘅。希臘人嘅餐台有好豐富嘅魚類，都係地中海飲食嘅重要部分。佢哋嘅烹煮咧通常都好簡單，大魚好似海鱸、海雕、鱈魚、紅脂魚嗰類，多數都 grill 啦、焗爐焗或者平底鑊煎。體型細嘅魚好似沙甸、提魚嗰啲咧，就會上好薄嘅有鹽同黑胡椒調味嘅麵粉之後油炸。最主要嘅調味就係檸檬汁。喺餐廳食飯咧就會先一碟檸檬上台，好似粵菜嘅豉油碟咁。新鮮嘅魚肉帶有地中海水嘅鹹鮮味，少少鹽同胡椒咧就已經好好味㗎喇。